这条由市政府、中华电信以及新光三越合办的户外转播，就是为了帮林洋配，也是中华队第8个奥运拼金牌来加油。真侪市民拢相当热情，到场参与，200个座位坐甲满满。会中市长吴伟霆嘛已发送矿泉水，要中华电信赞助的8个奥运纪念版扣蜡，甲民众做伙为林洋配鼓舞打气。所以等一下发给大家，大家因为这个不冰啦，所以拿就回去冰啦。啊，人不是我抬啦吼，所以当纪念，这纪念版的奥运版的可口可乐哈，等一下发给大家哦。今天大家应该都有多少台多少瓶啊？300瓶。好，300瓶了哈，谢谢。整个转播活动最后嘛成功庆祝因为台湾摕下第1名金牌，大家拢相当骄傲。那我们手要高举哦，准备好了，林洋，大家为我们台南加油哦！我们来个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